我哋但願使人有盼望嘅上帝，因為我哋嘅信將諸般嘅喜樂平安充滿我哋嘅心，使我哋藉住聖靈嘅能力大有盼望。我哋有能力為神上路，一心追趕，又讓我哋嘅生命去見證上帝，快上路。神願建立教會去服侍人，紅紅的心掃了一切冷漠灰暗，背起責任，全奉上將活祭為獻給神。我決定一切靠主導人，行主恩，真我作僕人。